因为伊朗发生战争甲领导该战的人，即马已经咧找哈米尼的接班人。因为流亡伫海外上尾大王子巴勒维讲政权一定爱改变，所以嘛呼吁哈米尼就要落台。伊嘛讲伊愿意来做临时的领导人。 美国空袭破坏核设施了后，伊朗面临伊斯兰共和建政以来上大的危机。专家分析，德黑兰政权已经伫求生的模式，未来领导阶层发生变化，可能照两种模式。 One is the possibility of U.S. or Israel taking out Ayatollah Khamenei, the current supreme leader. The second possibility is that there are elements within the Revolutionary Guards who might be frustrated with his leadership. 最高领袖哈米尼亲身任命的3人委员会，最近当加紧脚步找找可能的政权继任者。新人选必须对伊斯兰政权忠诚，佮以更较温和的态度抵抗外国政权甲内部的动乱。目前讨论较济是哈米尼56岁后生莫吉塔巴，一甲伊斯兰革命之父霍梅尼的孙仔哈桑，其中以开放派佮有血统加持的哈桑更较适合。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时阵，末代国王穆罕默德巴勒维落台，流亡海外的末代王族里萨巴勒维23伫巴黎召开记者会，表示伊朗当面临徛伫通往老火甲和平的十字路口，要求哈米尼落台，表示家己已经准备好要带国家走向民主。I'm stepping in to lead this transition. I don't believe I need a title to play that rol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be someone who can galvanize the nation, unit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majority of democratically minded secular forces within the opposition and the political spectrum. 巴勒维是伊朗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支持伊朗转型民主甲世俗化，无寻求王室护卫。伫国内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伊朗的反对派也有正济派，包括青年女性运动者、库迪族等族群抗争者、工会甲劳工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也有体制内改革派，所以要整合无简单。美国总统川普前一天答文表示，无排除伊朗政权改换，引起外界讨论。白宫表示，基本立场无改变。 That's a question the president raised last night, but as far as our military posture, it hasn't changed.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示，虽然不是因作战的主要目的，不过，是促成哈米尼落台，让伊朗人民脱离多年来迫害，嘛是一个真好的副作用。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